我哋係豬蛙聯盟，歡迎光臨。嚟到行程嘅第3日，我哋今日喺酒店食個早餐再出發。食飽早餐，正式展開我哋第2日包車之旅。第一站，我哋先坐50分鐘嘅車程去到崖月邑。呢個名嘅由來係因為崖月浦口嘅形狀好似新月而得名。呢個景點主要係沿住個海岸線嚟遊覽，總長度大概係10至12公里左右，分別由夏季崖月海岸道路同埋漢潭海岸步道兩段著名嘅景觀路線構成。當中漢潭海岸步道係一條連接崖月里同埋國之海邊嘅步行專用道，全長大概1.2公里。呢條步道沿住海邊，以奇石同埋夕陽美景聞名，所以喺2009年，濟州市將呢條步道列為隱藏秘境31選之一。就係咁，崖月邑就迅速發展，從漁村轉型成為充滿文藝氣息嘅咖啡街同埋旅遊熱點。近年有多部韓劇，好似《苦盡甘來遇見你》都喺呢度取景，令到崖月邑順理成章成為韓國代表性嘅浪漫打卡勝地。由於我哋係朝早去崖月邑，所以睇唔到夕陽美景，不過就深切咁體會到好似8號風球嘅風力。見到豬大人戴住冷帽就以為好凍。No no no， 其一係為咗防止佢嘅頭髮被吹亂，其二係唔想被風吹到頭痛啊。百厭嘅豬大人話想展示一下當時嘅風力有幾大，就捉住青蛙奶奶去做示範，開心到佢呢。我哋喺戶外食風食咗差唔多45分鐘，風力完全冇緩和嘅跡象，只好揾返間 cafe 入室內避一避，開始明白崖月邑點解會有咁多 coffee shop 啦。我哋誤打誤撞揾到嘅呢一間 cafe 位處於一間服飾店嘅2樓，上到去睇到啲相同埋視頻先知道原來阿 Ring 曾經喺呢度拍攝過節目。當日我哋都好彩，5個人竟然包咗場啊！嚟到呢間 cafe， 識揀就一定揀呢個長台嘅位置啦，可以喺室內舒舒服服咁，唔使吹風，望住個海，一流啊！當然，如果你想享受破風嘅感覺，都可以行出去室外衝擊一下啦。打完一輪卡，我哋點嘅嘢飲同埋蛋糕就已經上咗台啦。呢個 Tiramisu 蛋糕好好食，質感較為實少少，唔會過分軟身，最緊要係冇酒味，啱晒我胃口啊！至於豬大人嗰杯丑金茶就好似柚子茶嘅味道，較為甜一啲，但係都好好飲。而我呢一杯凍嘅金骨汁就比較酸，一定要配翻件蛋糕一齊食先至中和翻啊！經過35分鐘左右嘅車程，我哋嚟到下一站啦。呢一站就係去食我哋司機推薦嘅烤肉啊！到底呢間店有啲咩咁特別，要專登揸車帶我哋去食呢？噔噔噔噔，就係可以自己燒肉自己揀，真真正正實現燒肉自由。呢度除咗有大量濟州島必食嘅黑毛豬可以揀之外，仲有唔同部位嘅韓牛可以選擇㗎。食肉獸又出動啊！睇下今次有啲咩獵物先，肉全部都係肉，正啊！揀好晒嘢食，俾埋錢，我哋就可以直接行去燒烤區啦。燒烤區嘅佔地面積好大，當時嘅食客唔多，所以都唔會好嘈雜。餐廳中間嘅位置有個 self bar， 可以拎燒烤用嘅工具，仲有得自行補給泡菜同埋其他嘅醃菜。食燒肉必備嘅醬料，好似臭魚醬、大醬之類，當然唔少得豬大人最中意嘅蒜頭、青陽辣椒、紫蘇葉同埋生菜，仲有京蔥同埋洋蔥，一樣可以食幾多就夾幾多啦。呢幾盤就係我哋今日午餐所揀嘅食材啦。由於我哋已經係連續第3日食燒烤，
食黑毛豬食得比較多，所以我哋只係揀咗一盤黑毛豬嘅五花肉，其餘2盤我哋都係揀咗牛肉。餐廳係採用炭爐燒肉，唔知道係心理作用定係其他原因，硬係覺得炭火燒烤係特別好食，肉類亦都鎖到肉汁。不過成餐飯最好食嘅都係呢個韓式牛里脊，入口有油脂香又唔韌，其餘嘅韓國牛肉西冷同埋黑豬五花肉，肉質都係正正常常，冇令人難忘嘅記憶點。不過呢種只有在地人先識得嚟嘅一站式燒烤店，體驗一下都唔錯啊！最後提一提大家，買完食材喺度用餐嘅話，就需要收取成人每位4000圜嘅擺餐費。食完個咁滿足嘅午餐，我哋又未諗到下一站去邊度。朱大人喺地圖見到樂天超市，原來就喺附近，日預行下超市消化下啦。行得超市就真係唔會空手而回，大家都有豐富嘅收穫啊！今日包車最後一個景點就係距離樂天超市大概35分鐘車程左右嘅道頭洞彩虹海岸公路，簡單啲叫去彩虹公路啦。呢條咁多人打卡嘅彩虹公路，吸引遊客打造景點並唔係佢真正嘅原因，背後嘅目的係防止車輛墮海。所以當地居民就建議將旁邊嘅石壆油上彩虹顏色，方便駕駛者可以容易留意得到。當日我哋去到嘅時候接近黃昏時間，拍片影相又好似多咗一番味道喎。喺彩虹公路逗留咗30分鐘左右，就返去酒店附近食晚飯啦。由於今日晏晝已經食咗烤肉，夜晚就想食得比較清淡啲，所以就喺網上面揾到呢一間有湯飯食嘅餐廳。呢間餐廳同晏晝嘅餐廳一樣，有一個自助區，可以自行補給想再食嘅醃菜或者配料。呢一份係朱大人嘅陳年新奇豬脊骨湯配鍋飯。鍋飯嘅底部有飯焦，好彩飯焦有香味，一啲都唔硬。呢個湯就配有好大塊嘅豬脊骨，但係個湯頭就好重蔬菜味，完全冇肉味，飲落就甜甜地帶輕微嘅辣。另外呢一款就係我嘅人參雞湯飯，呢個人參雞湯夠晒熱，不過湯頭就冇乜人參味，但係鹹味十足，仲越食越覺得鹹。雞肉就夠晒腍，雞骨都煲到溶溶地，好易咬開。今集就暫告一段落，我哋要專心食飯先，下集見。多謝你睇到最後啊！如果中意我哋嘅製作，歡迎 subscribe 我哋。如果中意呢段片，就 comment、like 同 share 啦。拜拜。